人家嘅表妹情人咁有前途咯。汉忙啊！啊，对嘞，小上主，你係啊小有生嘅小上主，总管啊，上爱向你推我请出了只奸夫啊！这应该该，应该该。啊，不过你那是将那个奸夫请出来了后，你打算如何处理呀？哼，子夜王啊，那还本来捉到那个奸夫，我一天打断牙个脚，哎呦！小上主，你做嘛干呀？啊，没事情，没事情，没事就好。不但如此啊，还要扭头一个奖金。小上主，我用咩感觉？你按紧总会到啊？冇，你继续哦。我还爱啊绑一个皮，切一个骨，才能烧出我满腹烟天呢。哦，好。我一听老人啊，将一个人请出来，都请小上主。对了，总管啊，你啊，天色也已经暗了，那么今夜就在此歇息啦。这岂不是够了咯？唔会，人家两人共分按条件，不如今夜你呀来出席重谈，讲讲二老二表妹的事情，本来呀多了解一些，安样怎好处理二条的事情呢？好，今日就落够了，唔会。穷不成呀，为飞扬，生呀才爱好出去，生双人两口穷究，穷问山来尊故里，相信我已不乱来，不知追从黑面前，为百姓为将一辈。唉，係唔係？我老中文白到聽恨，也係花講聽重啊。唔過，我為到心肺嘅將來，我一天就用做，怎對得起我嘅表姐呀？子啊，你就快回來啊！見家那為呀兒，也該享福春啊，不能那猜呀兒，意外呀來出啊。可地呀，該用啊錢啊，講係草難安啊，良心嘛不難安啊，品質啊來爭啊。
哥，来来来，俩就系挨不下，抢你，抢！哎呦，中文啊，你可转来嘞！阿妹，请担心也安慰，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。啊，伯妹，挨唔起呀？哎呦，中文啊，母子哪有乜个讲雅书，让阿妹输去哦。哎呀，阿妹，挨弟弟呀啦！俺两啥？娘亲，骗以为你唔错就准读书，俺系伢拉嘅呢，你也为你唔错人啊！这，俺儿嘿，伯妹，俺翻做秋会，娘亲，人家秋太哥可是小有上嘅小上主呢。乜解呀？小上主啊，咁樣係人家母親，按到乜解命啊？我父親講，用錢叫下我就高成了，故所我必望用錢，我也唔知用錢翻好命啊。阿妹啊，人有冇人家懂事理呢？一點點，我過來問你，人家父親要按到乜解命啊？我父親乃是小有上主超生啊。唔錯唔錯，人家父親唔係按到超生，係按到健健上。嚇？用錢？是你係唔係嚟中婚，讓你欠婚提起啊？唔係啦，佢說來係人家阿哥中戶，兩啥係送生子。難怪，阿妹，你啊，到底係用辦一回事呢？既然唔用啥那一啲，阿妹就講不一趟。該中文啊，中啊你就談清楚啦，發生啊28年前，了解呀是啊，個兒橋抽身來不應該，委託全世界獻邊來。為讓擔心該父安慰，不顧很快該了夾身，乃地抽身該心肝恨，丈夫一到就來送命，喜結共善愛同台戲，一對之意就來呀講啊是啊。來解怨言，該邊防馬亂，愛防萬一，一對之意就來勸你，設置神兵來在一邊，中午神天來與左邊，安撫了後來在灣子，中文勸你來在右邊。好南去該自中午，旁邊對殺該來呀不拉幾。故所以落來猜餐廳，開牙已變成該一故意，雖講用情意是不拿得意。難免眼黑是在心裏，我向前啊，黑馬
爱太阳高啊，四处无奈呀，无奈呀，好啊！来谈那言啊，爱怪酒啊怪啊，奇秋啊生啊。错，全系超生，超生安尼滚玉13。也不穷太天之数，一天爱来去补。梦中俺也爱来去协助泰国补元素。等一下啦，你两嫂实在太冲动了，等我一下。奇怪哦，飞马甲表哥做了案件啊，阿姨也做体咧，记得咧做马甲同事啊，难道阿姨冇人行给顺的啦？用费做定咯，呀，去请阿自张错。来福话讲啊，昼夜话上啊中啊，一模话是啊，白饭拿来呀上，上不拉开呀。嘿，奇怪呀，哈！我也小人上座，也得百姓可以讲全部按其弄业吧。另外，应该是冇事情，我嘅木主皮让我人啲桥啊！乔生，你拿命来？咦，为姨呀！今日是在发电的系无？我无电，好不容易将你骗到来，我爱请你补元素。我输，我哪个输啊？你不是搞在家里？20年前，你刺死我的父亲，怎么会变成故意？也系讲乜个意思啊？乔生，当初那是因为你。为了爱脱逍遥上主的地位，刺死我父亲，今天上乃会害我失去不爱，你让人拿命来，拿着。哎呀哈，根本人吃唔得了，为乜该吃你不得？我想看，根本啊对你养育之恩，难可你咁冇听人家讲，神在枪一边，养我是太高甜，所以讲你就冇拉结，好吃奶儿，这冇拉结啦，你冇资格吃你，我有，马上，好。难道我嘅阿姊一台人係叫送上啊？冇唔錯，我嘅用錢就係叫我下來蘇醒人嘅性命啊！
你更加无哪个好吃爱了。哼，那有可能的事情，我老你自有所愿，并无按青春采药。果然是头那含出家就会唔上社会的啊！难可你甲唔知天当的心态咁的天公，那天下就是无求公，爱恨人嘅无求啊！嘿嘿，你更加不能吃爱啦！哈哈哈！你吃唔得，你唔吃唔得。丫头就无哪个，哈哈，哪有资格吃哦？啊！啊！老太，你两人真是猛闯啊！既然严肃就有报嘞，不管样板讲，佢说了就也个阿球，将家尸体攞佢抬下去，好好攞佢安葬。晓得。老太，你莫怪我，係佢神對我父嘅無情，莫怪阿姐對你無義啊！你放心，我會讓佢好好埋葬。娘親，屍體已經安置好勢。阿姊啊，就迄伫遐位啦。哦，阿姊，伫背都有两解痔疮，伊俩可好咧啦。你伫个讲嘛解啦？正经的啦，你若唔相信啦，你即刻落落去看。经过阿姨，标唔出来咧吼，标唔出来咯，难怪啦，你还有两解啦，凊彩你这家先。你老你开门说的啦，哎呀，用板哦，这两解啊，就是赢来的。我老你讲，这两人伫背肚啊，有一解一听迄伢子的老公啦。用板讲咯，我吃给你看。意思来。哦。伢子肚是伫背肚的生意，係咪赢的？早就人讲唔起嚟啦。好，唔起就唔起。来，我问你，伢子肚是伫背肚了，才生意，係咪赢解？唔起捱計啦。好，也唔起。阿姊，你也还冇怪我，你早生意就冇人愛。我看啊，我喊你一腳落去，切！哎呦！有冇？做唔得踢啦。好，凶手做到咧，你講唔承認啊？哦，原來就是你呀！莫怪呀，竟然你會有安樣嘅反應啊！春雲啊，是你啦！哼，前夫真是害死，我害你蒙羞了。你，前夫，今日老你習慣了臭身夫妻街，其實係我一見情義，不過卻冇人嘅消息。你放心，我對你是真心真意，一動愛你，希望你能得接受我呀。錯夫已經錯身，已經都市地敗，我有嘢嘅姑娘，那還有其他嘅選擇麼？你放心，我呀一定會好好嚟照顧你。我做事。好啦，娘親啊，用板。前輩已經答應你，
心扉答应，你我用办了充分交代啊。永清，我已经抢走中文的心爱的人，为了要补送中文，我愿意用出小牛上的威业，换中文登记。中文真是实力，抢走我最心爱的人，我动身心将了小牛上主用出，希望你以后要好好打理小牛上。唉，太公啊，你老心灰就已经无计成主，我还能得讲乜解？就算你们用出上主智慧，君子有圣人之名，我也是为祝福你老心灰幸福快乐，只能言自家无也福气，拖到了位米狗娘啊！好，兄弟同心，气力就会团结。太好了！要为我会按闹热啦，太哥，到底发生乜嘅事情？少年，我唔係你嘅太哥，安兒偏偏是我十不順意嘅模樣，十不得順意，生意一好。等下，太哥，你在講乜嘅啊？老人講，原來我唔係超生嘅奶爺，我父親是其他慈禧嘅，已經死了，也只有此你想嘅心頭之恨。太哥，你誤會了，我也唔係超生嘅模樣呀。哦，乜嘅意思？我母親臨死之前，老我講，超生對我做出滅村嘅行動，愛我親機會報數，隨地超生身邊隨時就有人，我根本冇機會下手，更加超生死地，我也更加歡喜，對我能用落出血汗嚟啊，也不枉我情入超乎。哦，原來係安永慶啊！係呀，已經太數幾波，我也應該要離開嘅。嗯，今日我去哪位呢？太哥，你放心啦，天下安泰，期望我今年永生之處。你也想見？係呀，當初我係為到情入超乎，真改想嘅。嗯，永清，不如啊，將你今年留下來啊！寵物啊，阿妹第二從我小馬街，今年啊，夫人，加幾年，你就還望有上到我去那位，咁不如你就採此案件，老金家兩位兄長同進退，按你想如何呢？金家，嗯，錯啦，我本想見。好啊，咁我要多一位阿哥咧，多謝義母。好，所有嘅誤會總算係釐清咧，不如啊，吩咐下去，準備喜宴，不然太表哥老心灰不拜堂。